3步重啟你嘅人生系統。上一條視頻我哋講睇懂自己就能夠中斷痛苦劇本，點樣做到？3個步驟，今日就能夠做。第一步，識別卡住嘅窗口。從今日起，每當你感覺到心攰、想發火嘅時候，喺心裏面對自己講一句：我嘅系統又喺後台運行負面劇本啦。就呢一句話，唔再自我攻擊，你就能夠瞬間從劇中人切換到導演嘅視角。第二步，暫停，然後將對準問題嘅焦點收返嚟，問自己一個最簡單嘅問題：我上一次感覺到內心平和係乜嘢時候？揾到嗰個平和嘅感覺，哪怕只有1秒鐘，就好似俾過熱嘅電腦按下咗暫停鍵。第3步，系統嘅盤點。講實話，前2步你自己能夠做到，但係最難嘅一步係當局者迷。你睇唔見自己後台嘅代碼，就好似你無法抽住自己嘅頭髮，令你離開地面咁樣。呢個亦係點解我堅持做線下小班實體課嘅原因。因為好多問題唔係線上聽幾句話就能夠解決嘅，有啲人需要真正進入一個安靜嘅場域，正能重新睇見自己。上一期嘅現場，我睇見好多長期內耗嘅人喺真正睇懂自己嘅嗰一刻，眼神重新亮起嚟。人生真正困住你嘅唔係現實，而係嗰個長期冇被睇懂嘅自己。如果你亦想走出嚟，下一條視頻，我誠意邀請你加入5行生命系統嘅課程。